Hello，歡迎光臨足球通，足球通全球二波會友。今晚啱啱睇完呢就歐霸杯嘅決賽，阿士東維拉3-0啦，就係輕鬆擊敗咗費雷堡啦，係以大熱姿態咧攞到冠軍嘅。咁冇錯啊，又係咧艾馬利杯，神奇嘅教練艾馬利咧就曾經咧就係6次入到咧歐霸杯決賽，連埋今次咧就5次攞冠軍。之前呢就係西維爾時間啦，就3輪連勝啦，嗰期咧亦都有人叫咧西維爾杯啊。咁後來咧就繼續去到咧維拉利爾都攞冠軍，2021年。咁再跟住咧就到今個賽季啦，係即係帶領維拉攞冠軍，係佢第一次咧帶領英超球會咧係攞到歐霸杯冠軍。咁失手嗰次咧就係18-19球季咧係帶阿仙奴，當時咧決賽輸咗俾車路士啦，應該係有夏薩特領軍嘅車仔啦，就係輸1-4啊。嗰次咧係佢唯一一次咧決賽咧就失手嘅一個歐霸杯嘅事件啦。咁所以咧，艾馬利真係當之無愧啊！今日亦都係咧，就係球隊嘅英雄啊！呢場波咧就係維拉咧，時隔44年之後咧，再次捧起咧歐戰嘅錦標啦。佢之前咧亦都曾經喺當時歐冠杯啦，係擊敗拜仁啦，攞過咧歐冠嘅冠軍嘅。咁其實我諗呢場波賽前我諗緊咧，即係到底英超同德甲球會喺歐戰決賽相遇上一次係幾時咧？咁我諗嚟諗去咧，睇怕都要去到99年曼聯對拜仁嗰次啊，歐聯決賽之後咧，好似冇試過有德甲球會咧同英超咧喺呢一個歐戰決賽咧就對過。呢個圖咧就係過去6個賽季咧喺歐霸杯當中嘅決賽嘅戲碼啦。上屆咧就係熱刺啦贏咗曼聯。咁前一屆咧就亞特蘭大爆冷啦，贏咗利華古遜。當其時利華古遜好勁嘅，全季不敗。咁咧就去到歐霸杯決賽，結果咧就鎩羽而歸。咁主要我就想講啦，過去6個賽季嘅歐霸杯決賽咧，其實強方喺90分鐘入邊咧都係贏唔到弱方嘅。所謂強弱方嘅分野咧，就主要係睇數據啦，即係咁樣啦。上一屆咧其實曼聯喺強方，熱刺係弱方嚟嘅。咁當時咧兩隊波都係屬於下游嘅英超球隊。咁最終咧熱刺咧就擊敗曼聯啦。所以其實今場波咧強方大熱咧就係維拉。咁但係佢哋都可以咧頂住呢一個咧大熱姿態啦，同樣都係咧就係好輕鬆咁贏咗費雷堡啦，係攞到今年嘅錦標。咁我哋睇下呢場波嘅情況啦。首先人腳上邊咧維拉同之前上星期5對住利物浦咧係差唔多嘅。前邊嗰4個啦都係繼續正選啦，有屈堅斯啊、麥堅啊，然之後仲有羅渣士啦，同埋布恩迪亞都喺前邊啦，就做衝鋒嘅。咁防中啦就連迪路夫同埋咧泰利文斯。防守方面咧，亦都見到繼續有迪尼啦，右邊嘅卡殊啦，中間嘅托利斯啦，同埋另外一個嘅英格蘭國腳啊干沙。咁另外咧門將啦馬天尼斯。咁費雷堡呢邊咧，其實佢哋都係用翻一個4-2-3-1嘅擺放嘅。之前喺2024年之前咧，仲係功勳教練史迪治領軍嘅時候咧，有好多球員咧都跟緊呢一隊波啦，就係踢波嗱，比如基科啦，意大利球員咧就踢呢個側擊啦。咁另外亦都仲有咧荷夫拿啦、艾格斯坦啦，其實都係啲老球員嘅。根道咧亦都係前德國國腳啦，亦都係喺呢隊波當中嘅一個核心嘅中堅啦。而新進球員方面咧，就係前鋒嘅馬特勞域啦，係今屆嘅球隊當中嘅神射手。咁另外咧就係曼贊比啦，亦都係瑞士國腳啊，25歲。基本上呢套陣容咧係一個以老帶新嘅一個即係擺放或者係編排啦。咁領隊咧就係舒實斯達，咁亦都喺今年喺德甲方面嘅執教咧，相對比較平穩嘅。開波嘅時間咧，其實雙方都係試探式為主啦。場面咧喺前30分鐘裏邊咧都比較沉悶嘅，即係似乎到肉嘅攻擊機會咧唔係太多啊！即係兩軍對峙嘅時候咧，好似有啲忌憚啊！即係對方係咩情況咧、咩底勢咧，都係要試試先咁樣，所以射門咧就唔係好多。2分鐘嘅時間咧，羅渣士喺維拉呢邊咧有一腳遠射啦，係幾有角度嘅，但門將咧將個波撲出，咁咧就都叫做有少少威脅。17分鐘嘅時間呢，就係呢一個費雷堡嘅死球啦，個波咧解圍去外圍嘅位置咧，何夫拿對方嘅防中一腳遠射啦，稍稍偏出，咁算係咧就係費雷堡喺上半場嘅一個咧相對有少少威脅嘅攻勢啦。咁控球百分比咧就6成幾對3成幾啦，維拉都係相對佢哋控球在腳嘅信心啦同埋能力咧係相對會高啲。費雷堡嗰邊咧更加多有尋求翻呢中場嘅高壓、中高位嘅高壓。
因為咧其實我哋睇德甲咧，費雷堡多數都係開波時間咧前15分鐘會壓翻一段嘅。咁當然佢哋體能慢慢即係叫做消耗咗之後咧，佢又收翻住嚟踢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呢場波去到歐霸杯嘅賽場咧，事實上其實都係咁樣做嘅，都係用壓迫為主啦。咁就盡量希望對方可以有啲甩腳啊，或者係失誤啦，佢可以揸住到一啲反擊機會。咁今日咧就費雷堡嘅做法同佢哋德甲嘅做法咧係差唔多。維拉呢邊咧主要係長傳咧就揾屈堅斯，無論係兩個中堅嘅長傳啦，又或者個波去到中場之後咧，個波去到泰利文斯啊，又或者羅渣士腳底，佢都係堅決咁揾屈堅斯。呢個做法亦都係喺英超帶到嚟歐霸杯賽場，兩隊波都係沿用翻自己一貫嘅風格同埋踢法。咁就去到咧就係41分鐘嘅時間啦，維拉入波啦。呢個入波咧，其實就掀開咗啦球隊叫做係即係全面優勢嘅局面，有少少似咩咧？即係所謂黔奴技窮嗰個故事啊！嗰個老虎對住隻驢咧，即係當時咧其實就唔知對方咩底勢啦。咁大家都係相持一段時間，但係當咬咗第一啖之後咧，對方冇料到發覺，咁跟住咧一陣撕咬啦，完全一邊倒。咁呢個波咧其實就係一個角球嚟嘅，維拉呢個角球咧。其實又係有少少似咧，就係對利物浦嗰場波嘅首開紀錄嗰個波，喺左邊角球開出嚟咧，即係隊友咧就將個波後傳去後柱嘅一個高位，成隊費雷堡嘅防線咧都鬥晒去深嘅位置，就防守咧呢個內線。結果咧就泰利文斯咧喺外圍嘅位置，離門大概係17碼度啦，就係起腳啦，嘅球不着地啦，就窩裏抽射。咁我成班波咧其實都掛住門前嗰個位置嘅防務啦。就睇空咗啦後邊嘅即係後上嘅球員，所以呢個波咧其實泰利文斯咧射得係非常之有信心啦，同埋咧亦都係攞得好實在啊！咁個波咧就係即係彈地之後咧門將都救唔到啦，就1-0啦，維拉領先啦。呢啲波咧其實我覺得第一感覺咧就係因為英超球會咧係近呢1-2個賽季咧對於死球啊角球嗰啲研究咧實在係太透徹啦，即係種種角球嘅變化戰術咧，其實佢哋全部都好了然於胸。對於呢啲角球嘅使用啊、運用啊、轉移啊，仲有就係呢啲長短波嘅放波啦，其實佢都好純熟啊。所以去到歐霸杯賽場上面咧，佢哋亦都係好正常咁施展出嚟啊。所以其實維拉首先就係死球方面角球戰術嘅成功，個波開去後柱外圍嘅位置冇人看管，跟住即刻凌空窩嚟。費雷堡對呢啲嘅做法咧，反而係有啲咁多始料不及嘅啊。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個人質素啦，即係呢一種始終你射門方面咧嗰個把握啦，仲有腳法嘅使用咧，都係要有一定嘅質素。泰利文斯、比利時國腳，始終喺呢方面咧，其實佢哋亦都擁有咧好正常嘅呢個即係能力啦，同埋手段啦。所以喺人員嘅素質對比上面咧，維拉係通過呢個波你可以見到咧係高對方一籌嘅。跟住咧去到補時階段，補時第3分鐘睇怕想吹雞噶啦。因為咧，如果1-0翻到去更衣室嘅話咧，都唔算話好差，下半場仲可以搏一搏。咁但係去到補時3分鐘，去到2分50幾秒嘅時候咧，係產生咗第二個入波。當時我相信費雷堡嘅球員咧都有少少走神嘅，個波又係喺外圍嘅位置，大禁區線嘅嗰個地方，俾呢個就係呢個保恩迪亞啦，就喺大禁區起腳。呢個波射埋去咧，其實又係同利物浦嗰場波咧好似嘅，因為嗰場波利物浦對住維拉咧，維拉嗰啲外圍施射射到砰砰聲啊！不管係麥堅又好，羅渣士又好，保恩迪亞個個啦都喺呢啲位置咧係連環發炮啦，射到咧真係對面風聲鶴唳嘅。呢個波咧其實又係走甩咗咧，保恩迪亞俾佢咧就係外圍起腳射到一個好靚嘅角度啦，門將飛到盡咧都摸唔到。咁啊，結果咧2-0入更衣室咧，情況咧就完全唔同晒啦。因為咧嗰個成個穩定度啦，同埋信心啦，仲有優勢嘅彰顯咧，已經係完全倒向咗咧維拉呢一邊。同埋呢個波咧，除咗係阿保恩迪亞射得靚之外咧，我發覺到咧，其實費雷堡嘅防線咧，相對都係被對方壓得比較扁平啊。即係咧，就佢哋都係着意於啲防守低位嘅位置，保護門前嗰個角度、嗰個方向。但係咧一扁平之後咧，外圍咧嗰個空間就好大。咁始終維拉好多呢啲射手啊，喺外圍嘅位置咧，今年好多人都射得好好。所以咧，你俾一啲咁嘅機會俾佢開火嘅話咧，多多唔夠死啊！上半場輸0-2，咁咧就場面方面咧，維拉去到後段咧就領先啦。咁就雖然咧佢嗰個 possession 唔係話差好遠啦，
咁但係咧，其實去到30幾分鐘之後咧，維拉摸清對方嘅底細之後咧，慢慢咧就建立咗信心啦。所以咧嗰個場面咧係倒向維拉呢一邊嘅。進攻次數嘅比較咧係19-8，係嘛？射門次數亦都係維拉領先。所以成個上半場咁計咧，維拉領先肯定係合理噶啦。不過咧去到最後壓哨時間，贏到2-0咧，對於對方係一個好重大嘅心理打擊嚟嘅。費雷堡呢邊咧多數係靠高位嘅壓迫，中高位壓迫啦，或者講係。咁有冇試過成功咧？都有嘅，逼甩咗1-2次咧就維拉嘅波。但係逼甩咗之後，佢哋點樣操作咧？同埋有冇啲即係三板斧可以能夠有威脅咁令到維拉嘅防線感受壓力咧？我覺得又好似冇。個波甩咗之後，佢一係遠射咯，一係運到兩邊起高波咯。但係我覺得佢哋嘅運用能力咧，同埋相持能力都係相對比較差啲。所以咧其實感覺上佢節奏係偏慢啦，所以基本上對維拉嗰個大門咧造成唔到太多嘅威脅啊。上半場嘅比分落後咧，絕對係合理嘅。下半場嘅時間咧就冇換人喎。呢個費雷堡咧，我睇下佢有冇撳掣咧。0-2，其實中場應該都換人，佢又冇換人喎。咁啊節奏仲係咁慢喎。咁如果你冇換人，節奏又係慢，你個人能力處於下風，你嘅進攻嘅建立同埋成個組織過程都係冇太多嘅優勢可言嘅話，呢啲波你輸到直晒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下半場係咪有啲放棄治療咁樣咧？呢個費雷堡去到57分鐘就輸咗第3隻。呢個波咧就係維拉左路嘅進攻勢啦，布恩迪亞咧傳中間羅渣士咧就鏟入。呢個波咧鏟成3-0啦。咁個波好快啦，急勁啦，然之後羅渣士鏟埋佢嘅時間咧，其實亦都搶喺對方防守球員之前咧，喺近處咧就係將個波鏟中。咁門將咧就落地慢咗少少啦，但係太近門啦，所以咧都救唔到啦。即係呢個維拉嘅前場4人組咧，羅渣士、布恩迪亞、屈堅斯，仲有麥堅，我覺得就算唔係世界級，都係歐洲級噶啦。呢4個人之間嘅默契啊、小組啊，仲有一啲即係禁區附近嘅遠射能力啊，等等射術啊，我諗都即係非常之精湛咧。普通嗰啲所謂嘅歐洲其他聯賽球隊咧，係好難比擬嘅。咁而家呢個時間贏到3-0，又係土耳其嘅球場啦。使我諗起咗咧，就係20幾年前嘅呢個利物浦對住AC 米蘭啦。嗰陣時有呢個所謂伊斯坦堡奇蹟啊，但係我知道呢場波咧係唔會發生噶，因為即係雙方實力對比的確係有好大差距。對方亦都即係冇一個叫做鐵血嘅領隊啊，或者一啲鐵血嘅人物啦，可以喺呢個時間咧撥起隊波。咁所以咧就之後嘅時間咧已經係垃圾波啦嘅時間啦。咁就去到大概係69分鐘啦。咁角球嚟嘅，當其時咧後上奧拿拿咧就喺後處咧就中柱。奧拿拿咧就係傷愈復出噶，呢個亦都係比利時嘅即係防守中場啦。佢嘅復出對於比利時嘅幫助應該係比較大嘅。呢個波如果入埋嘅話咧，就4-0啦。咁不過咧就好彩啦，費雷堡嗰條門柱咧就救咗佢哋一條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差唔多75分鐘啦，布恩迪亞同埋麥堅嘅配合啦，呢個波其實一個 1-2 都好靚啊，即係做到對方嘅防線散晒，去到細禁區 K 角位嘅位置咧，呢個波竟然咧就單刀唔入。布恩迪亞其實呢個波都好浪費啊，因為如果係即係正常嚟講呢個波入咗嘅話咧，係今場波另外一個金球嚟嘅。咁就冇啦，場波咧去到呢個時間咧，相對都係比較淡靜噶啦，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係咩事啦。咁所以就等嗰個比賽結果啦，就 last 到最後啦咁樣。0-3係呢場波咧最後嘅比分。成場波當中咧射門最多咧就係呢個羅渣士。其實今日嘅維拉有成14次射門，咁係即係射門人員方面前5位都係維拉嘅球員嚟嘅啊。咁進攻3區當中加波最多係泰利文斯啦啊。咁另外布恩迪亞啦就係創造機會最多啦。咁基本上數據上面咧，我覺得都係比較一邊倒啦。雖然去到比賽後段垃圾啲啦，大家互相都有啲零星攻勢啊咁，但係即係當時大局已定啦，維拉都唔同你爭啲一時之長短啦。所以場波咧其實就係好明顯地咧，費雷堡係冇得抽嘅。因為呢場波嘅懸殊程度啦，我諗都唔需要太多去介紹啦，雙方一啲具體嘅細節嘅數據嘅分野啦。咁我哋直接總結翻兩隊波嘅一啲表現啦。維拉呢邊艾馬利咧首次咧就係為英超球會捧杯，咁就係講過啦，之前帶阿仙奴嘅時候攞過一次亞軍。
咁佢喺歐霸杯當中佢嘅嗰個感覺真係非常之好。其實今日亦都冇出咩奇招啊，即係維拉都係做翻自己正常嘅嘢啫。咁但係個人能力的確係有好大嘅即係差距啦。維拉嘅球員咧，無論係上腳、後場建立進攻，再到前面嘅反擊啊，仲有兩邊傳中啊、遠射啊等等，把握啊，各方各面咧，其實都係處於明顯嘅優勢。咁所以基本上雙方身價對比上面咧係有巨大嘅差距。咁呢啲波咧，其實即係踢到出嚟嘅時間，只要唔好有太多嘅一啲即係偶然性嘅話咧，都係實食冇黐牙噶啦。基本上成個戰術執行嚟講啦，維拉都係用翻相對低位防守加一個反擊嘅即係把控啦。咁當贏咗波之後，佢哋亦都更加踢一啲咧比較實在嘅足球。前邊亦都利用咧屈堅斯咧同埋布恩迪亞羅渣士個人能力咧去即係威逼對手。其實好明顯嘅一個對比，羅渣士咧喺英超當中咧更加多咧就係幫呢個屈堅斯餵餅嘅。好多時候佢嘅位置咧係企得比較後啦，相對嘅後啲啦，即係喺屈堅斯身後啦，做一啲輸送嘅工作為主。當然都有射門嘅，但係咧其實去到呢個即係歐霸杯賽場對住德甲球會咧，羅渣士嘅個人能力咧，好明顯咧係膨脹咗好多嘅，即係唔係話佢勁咗好多，而係對手嘅相持能力同埋嗰個對抗能力咧都係比較差。所以你見到咧，其實維拉今日喺中前場方面咧，佢打順咗啦，可以講係予取予攜嘅。咁呢個費雷堡嗰邊咧，我覺得以佢嘅實力判斷啊，以呢場波嘅實力判斷咧，我覺得佢去到英超應該都係一個護級球隊。大家可以諗下今年英超中下游啲咩波，水晶宮啊、紐卡素啊，嗰啲都係中下游。如果你呢隊費雷堡放到英超對紐卡素贏唔贏到波呢？我覺得一定贏唔到。以今日嘅表現啊、水準啊、人腳嘅質素，對水晶宮對紐卡素一定贏唔到波。可能同而家護緊級嘅熱刺啊、韋斯咸可能有得抽下。所以呢個情況啦，你係體現得到呢。其實英超同德甲之間而家嗰個巨大嘅落差。如果你話講頭部球隊啊，你攞德甲嘅拜仁出嚟，可能你喺英超入邊呢，全部都有一對比下，阿仙奴啊，或者係其他一啲曼城啊，同拜仁之間，大家都係咁高咁大。但係你去到中下游嗰啲球隊呢，就唔係啦。基本上德甲成個資源呢，俾拜仁攞咗一半嘅。好多其他球隊都係食一啲拜仁嘅掠剩嘅嘢啦，或者食一啲青訓嘅一啲產品啊咁。所以其實你喺成個投入上邊啊、金錢啊、準備啊，仲有班底呢。你喺中下游波，英超同其他意甲啊，甚至乎西甲嗰啲波相比呢，係有明顯嘅優勢嘅，係嘛？所以你呢場波你見到呢，事實上的確係即係存在住一個咁嘅差距咯。咁呢個係咪好事呢？梗係唔係好事啦。你喺歐戰嚟講，歐霸杯仲有歐協聯呢啲存在意義何在呢？上屆嘅歐霸杯已經係英超內戰啦，今屆好彩維拉同埋諾定咸森林呢就分開咗，應該係抽埋一齊。咁如果係分開咗兩邊嘅話呢，就可能英超又係內戰，係嘛？上屆嘅歐協聯嘅決賽，車路士大炒咗貝迪斯4-1，冇得抽嘅根本上。所以其實去到呢啲咁嘅歐戰嘅非歐聯嘅賽事當中呢，其實上馬對上馬、中馬對中馬、下馬對下馬呢，英超嘅優勢係非常之明顯。咁你講翻呢場波呢，其實費雷堡主要就係攻擊乏力啦，都冇料到。你要個人冇個人，要整體冇整體，你點樣同人抽咧？節奏又慢，係咪？你有啲壓迫戰術，但係壓迫首先就係個效果唔係幾好啦。因為維拉本身對於壓迫，你喺英超壓迫得多啦，面對住其他嘅球會，好多時候都壓迫噶啦，係嘛？佢怕咩？你啲壓迫啫？佢而且維拉都係踢防反嘅波嘅，佢前邊有屈堅斯喺度，佢大把資本同你慢慢磨，再加埋你壓迫到啊，你亦都冇辦法形成一啲有效嘅二次攻勢，所以。根本上維拉唔驚你呢波呢，就係成個過程都係處喺維拉同埋艾馬利比較即係有預想嘅一啲佈置嘅呢個圈套之下，咁啊結果3-0呢，就係一個都好殘酷啦，但係好客觀嘅一個比分。咁就艾馬利攞完杯之後呢，就係即係繼續呢佢嘅呢個冠軍嘅生涯啦嚇。咁相信呢，嚟緊時間。其實維拉老實講啊，應該都係，其實佢應該係歐聯級別球隊。佢上屆歐聯係入到8強嘅大佬，同巴黎都抽到咧叮當碼頭。所以你落到嚟一歐霸杯，即係少叫降維打擊啦。所以艾馬利如果教落去嘅話咧，維拉可能仲有啲突破都唔頂嘅。咁喺度咧，再次恭喜啦，就係阿士東維拉啊，攞到咧就佢哋44年之後有一個咧歐洲嘅錦標啊。
咁啊，佢哋嘅頭號 fans 啦，威廉王儲啦，亦都喺現場睇波。咁啊，我諗都係非常之開心啦。好啦，咁呢場咧就講住咁多先啦。基本上我諗冇太多嘅好深入嘅嘢咧，係需要探討噶啦。咁啊，真係一個幾一邊倒大人打細路嘅賽事嚟嘅。咁啊，多謝各位收聽啦，同埋收睇。咁啊，特別感謝咧會員朋友嘅支持啦，同埋贊助。歡迎各位咧就係 like 啦，同埋 share 呢個頻道啊。我哋聽日都會有片嘅，同大家講翻一啲咧大家好關心嘅足球話題嘅。好啦，聽日見。